安尼哈，上样的哈，故事。你就听你来讲就做对了。冇那我的那个私密那个哎，就讲法就，我想我听唔讲下话咩？就想我人唔同讲下话，听唔讲。个人就是伊啊哈，个人来讲，有按不头毛色一懂咪哈，个人来跟同学讲，请问下去隔壁个吼，什么个啊？好，个说。冇意思讲，唔知用来点啊。个会讲，去隔壁个炸个乜个？炸好，个个小姐就讲，迄个椒麻鸡呀，好。椒麻鸡，鸡腿好，这样呢，很好吃哦，6只，我们一人吃2只，他又叫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来吃，真的吗？一个女生朋友来吃，伊讲按黄那天。是椒麻鸡。咩？按黄那天啤酒梅啦，专天啊，木卡斯酒啦，还个有嘛个红酒以后什么讲梅啦，反正都呀5点人啊，是加说7、8点，加8、9点算啊又算唔落啊，哈，我有黑麦啤酒，谁好？哇，很脏哦，冇喊嘞，懂我说，是，你看，我两个，当天啊，又很主要亮亮灵灵，我生毛一朵，主要当好笑啊。